至圣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为着今仔日的侍奉来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的教会青年对教会的事工的认真甲尊重。阮恳求天父上帝，互因伫你的恩典中间来大汉，互因的心神，互因的智慧，互因的品格，拢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主今仔日因要带领敬拜赞美，主互因所唱的诗歌，会当互每一个兄弟姊妹对心中有火热的心，求天父上帝通过敬拜赞美，你的阳光就充满伫这个礼拜堂内底。至圣的天父上帝，阮将今日侍奉的同工交伫你的手中，阮的小会员、阮的师会以及这青年，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甲因三甲地地，互阮今仔日的礼拜得到上帝你的欢喜。阮安尼恳求祈祷，我甲所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唱《凡事来祈祷》。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第4章6到7节，我们再一起来唱这首《欢俗来祈祷》。欢喜来
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的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的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46章1节。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
我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一件。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予我灵魂指引，因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咱阁用祈祷的心来唱。咱即时三甲来做。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助对倒落来。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纸，保守你的的确无遁面。
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旁做你的阴影。日是太阳无伤你，暝是月夜无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世间情人拢着欠情，天生命伫你面前，无知写入世间小事，大项稳定你相思。上帝降临伊的圣殿，按着敬拜心平平。三甲来吟圣诗255首。我有保护者伫身边，请起立吟全首。咱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宾州毕业岛任内受苦，顶受过死埋葬落母。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一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共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三甲来启应文13篇，启应文13篇，诗篇51篇，上帝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尔。伫你的目睭前行即号歹，你到你讲话时显明做义，判断的时显明公道。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伫罪的中间，我的老母怀疑我。你所爱的是内心诚实，伫我的腹内，你要互我得到智慧。求你用牛切草洗我，我就清气；求你洗我，我就比洗较白。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所压制的骨通欢喜。求你黄你的面无看我的罪，撤销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有罪的人就要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教救我的上帝。我的姊要大声吟诗，学了你的义。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我的嘴就要保养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心。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见伊。三甲过来吟圣诗250首，250首，求主耶稣万福永源。感谢上帝，阮今日欢喜来礼拜堂敬拜你，用诗歌称赞你，
也要听你圣经的话的教示。主啊，伫阮日常的生活中，魔鬼的诡计来拍乱阮的信仰甲生活的原则。这是阮向你来祈祷，求你坚固阮端正的信仰，互阮的所行所做照你的教示。无互世间的一切来迷惑，行出基督徒应该有的款式。安尼祈祷感谢各主的名，阿门。上帝有道，就是主的世间的罪，有你的名愿。上帝有道，就是主的世间的罪，有你的名愿。上帝有道，就是主的世间的罪，使阮赞美云上太阳加相互水谐缘。
三甲来强守上帝话，记在旧约申命记11章26节到28节。申命记11章26节到28节。看，我今日将祝福甲咒诅摆伫恁的面前，恁着趁耶和华恁上帝的诫命。我今仔日所命恁的，就是祝福。恁若毋趁耶和华恁上帝的诫命，歪带我命今仔日所命令恁的路，去趁别的上帝，恁平素所毋捌的，就是咒诅。咱搁看一位，新约以弗所4章26节、27节、29节。26节，恁受气，若毋通犯罪，就要受气，毋通到日落，也毋通互魔鬼有通入，偷摕的无得搁偷摕，宁可着磨，亲手做好的工，才有通分互欠亏的人。恁的喙拢毋通讲出拉三的话，独着讲好话，照及时的欠亏来造就因，互听的人得到恩典，也以上。讲道无埋怨的性命，请曾牧师。亲爱向日葵学园的同学，牧师给您恭喜，下礼拜你们就要毕业，特别是3位的毕业生，上帝就让您在将来的生命当中有恩典、幸福。今日牧师要跟您讲一句在圣经里面的经文，伊对恁的人生的态度有足深的影响。受气毋通讲气话，今仔日的经文在以弗所书内底讲，受气毋通讲气话，因为讲受气的话无好话，讲受气的话常常会做错事。人的一生幸福跟态度跟思想有关系。谢谢你们今天的献诗。云上的太阳，虽然恁唱拄甲今仔日的气候拄倒冰，毋知是因为咱选择这首歌，所以很奇妙的就今天的下雨，毋是。云上的太阳咧讲起，上帝永远是那一颗太阳，无论是出日落雨，在天上的上帝保守你们。牧师提醒恁今仔日在毕业典礼之前，伫教会来这首唱这条歌。永远带给你们积极乐观的思想。亲爱的姊妹，真欢喜恁来做礼拜。恁无因为风太雨，所以就伫厝里看直播。真欢喜恁今仔日伫风台天，还过来教会做礼拜。更加欢喜就是今仔日牧师伫清早的时，有甲咱留言在来族群点关。牧师甲咱拜托讲，咱开车的人较早来咧。拜托咱甲车停咧外口，将车位来留予忠胜甲仁和，因为忠胜甲仁和，因为手爱举管影，因无法度举雨伞。今仔日咱多数兄弟姊妹，咱充分互相表达出一种的体贴，甲相让。咱的家庭是一个真水的家庭，有你们真好。上帝祝福咱的教会是一间互相体贴的教会，
伫透风落雨，伫得时不得时，咱拢会当诚侪三听、三娘、三体贴的教会。上帝祝福恁大家。伫咱要领受今仔日个圣经的信息之前，我要邀请咱同心安静来祈祷。天顶的上帝，求你将你爱阮了解的智慧，特别伫今仔日的礼拜讲互阮听，互阮的喙无讲咒诅的话，互阮伫受气的中间无讲埋怨、怨天怨地、讲东讲西。主求你帮助阮，互阮知影人的话是带有祝福的情景。我们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对阮讲话，也互每一个听的人，因的生命受改变，因的人生也受祝福。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要甲咱所讲的这个题目，毋是圣经上重要，但是真重要。毋通讲埋怨的话，有人真容易一句话就出来。但话咱讲一般伫社会中间，若无爽快的时阵，常常讲一句话啊，吼，多一字。牧师当然无方便伫即个所在学来互咱听。讲埋怨的话有两种的理由。第一种就是咱的环境，互咱感觉袂爽。第二，讲埋怨的话，是因为咱甲人际关系中间有拄着无圆满的所在。所以咱因为对伊袂爽，所以咱就讲埋怨的话，啊对伊批评的话。今仔圣经讲咒诅甲祝福，我讲互恁听。这是犹太人因出伫旷野的中间，因拄着一项一生中间最大的损失。因为当以色列人受祝福离开埃及的时，来到旷野，这群人十喙九尻川，所以真容易讲埋怨的话。也因为伫迄个中间，因无注意讲到一句埋怨的话，几啊十万人犹太人受到上帝的责备。伊讲今仔日才会发怨言的人，超过20岁，拢无资格入迦南地，恁要死伫旷野的中间。阁有，我要收回对恁的应允，兄弟姊妹。才因为一句埋怨的话，一个民族伫旷野洗练40年，有严重无？你会讲牧师，上帝开遐尼歹，讲埋怨的话，埋怨的话有轻重，对人讲埋怨的话是一种袂爽，是一种人际关系。但是对天顶的上帝讲袂爽的话，其实就是一种极大的礼貌甲侮辱。所以，兄弟姊妹，牧师无意思要用这段圣经甲故事甲恁恐吓，但是我要甲恁讲，咒诅的话常常对欠缺来，感恩的话常常带互人讲祝福的话。一个父母若常常讲感恩的话、讲祝福的话，伊的囡仔自然而然就用积极来看人生。会埋怨的人是因为因习惯。看到欠缺，看到危机，所以人来常常用这种缺点的角度来看世间，伊的人生袂快乐。所以有人安尼讲，优秀的人拢是袂凊彩埋怨的人。向日葵学院的同学，牧师要甲恁祝福，恁的生命要常常说好话。因为你会祝福你家己，嘛会祝福你的家庭，嘛会祝福着将来。真侪人讲，我较会遮歹命，我比人较拍拼，但是我的人生较安尼。兄弟姊妹，环境未变，态度改变，人幸福就改变。咱若常常看咱有的，无看迄个无的，咱就袂容易埋怨，对不对？真侪人埋怨是因为我的朋友伊有即种车通开，我是安那较遮尔闹开。我的朋友伊是安那出世伫遐尼好的家庭，我较出世伫即种的家庭。人生有真侪代志袂当选择，就是咱出生的家庭，咱出世的环境，咱的父母，即种就是一个事实。
咱若用感恩的心，咱就要伫这事实的中间看到可能，安静的心去面对咱袂当改变的事，有平静的态度，这叫做正向的观念。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兄弟姊妹，咱来思考一项：幸福毋是对天白白就落落来。多数幸福的人，因的态度甲遐的人生真落魄；无快乐的人，因的态度甲因的思想是无共款的。如果你若有够认真，有够也认真去思考，你会发现牧师所讲的话应该是有道理。乐观的人、积极的人，因所讲的话、所思想的代志，常常拢是乐观。但是有的人鸡蛋里挑骨头，真侪代志，就是硬硬要找出来迄个批评的话。这种的人，嘴高讲，但是心袂快乐。愿天顶的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互恁遮做一个无凊彩埋怨的父母。恁的囡仔伫恁的一生中间学袂着埋怨这种的态度，好无？敢有啥物需要互我的囡仔学袂着？兄弟姊妹，囡仔是看咱的态度大汉的，毋是听咱的话大汉的。咱的态度是怎样，咱的囡仔就怎样。你若是一个真够错歹听的话的人，你免烦恼你的囡仔学袂晓，他还没有上国小，他就会讲了，对不？台湾这个社会交际应酬常常，若无讲一句叉叉叉，安尼好像就伊就无真有社会经历，不上道，无江湖开口。毋是，讲歹听话，无应该是江湖开口。讲歹听话的人，是互家己的身份垃圾。所以今仔日的圣经讲，受气毋通犯罪，受气毋通互魔鬼有空芳。就讲好话，常常讲造就人的话，互人得到利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这个雨水洗掉这个路上的土粉，这个雨水嘛洗掉咱心内无快乐的事，就亲像咱流目屎的时，有当时哭哭咧，足爽快，对无？咱有当时拢讲查甫囡仔毋通凊彩流目屎，兄弟姊妹，无一定是健康的讲法。因为有时真正的真性情、真正的情感，流目屎是一个忧伤中间、受气中间上好治疗的洗清气迄个情绪的一种的帮助。当然，毋是爱哭的人，伊就是好，但是适当人接纳家己的情绪，适当的表达，对人生是健康的。2500年前。一个真伟大的老师叫做孔子，我相信向日葵学院的同学，你嘛捌听过孔子与孟子。伊讲一句话：不怨天尤人，怨天怨地，公东公西。有真侪时阵，咱所讲的这种怨天怨地的话，一点帮助都无。反倒当安那？反倒亲像咱家己起一间厝，迄个内底有真侪垃圾。咱踮伫迄个垃圾堆的内底，一个真够埋怨的人，常常用情绪把家己围起来，这是一种受苦的堡垒，家己去带伫迄种一点都无快乐的情境的中间。兄弟姊妹，愿咱古早人是安尼讲，圣经嘛安尼讲。孔子讲不要怨天尤人，有的人的个性就是。对士大人的背影中间就看到什么代志都嫌，在即怨即。你捌听过这句话无？少年人3年换一个职业，这个工课安怎做，这头家安怎歹，伊永远无找到一个工作，是伊一生感觉是一个享受的工作。天父上帝帮助咱。孔子个类讲下学上达是啥意思？下学意思就是伫你的日常生活中间，伫你日常生活中间所拄到。每一项实际的代志，拢要成做你的老师。伫你的生活中间，你的平常习惯的这个环境中间，你要学到你人生中间上重要对天人来真正的真理甲智慧。知我者天也，意思就是，伫这个平凡的生活中间，我学到
在这个宇宙中间上要紧的智慧、哲学跟真理。下学孝达的意思就是讲，你应该会晓看你所拥有的，唔是安那看到你家己无的。真侪人一生拢感觉伊永远欠缺，伊从来无为着伊所有的感恩，所以伊阁看到拢永远是缺点，永远都是不满。兄弟姊妹，上帝爱咱看到咱内心的黄金。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当咱出世的时，伊有祝福你，有祝福我。咱每一个人拢是带着祝福来到这个世间。你讲牧师敢有影？圣经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兄弟姊妹，你去想看卖。咱的教会最近这个阶段咧读的查经班咧讲的就是对圣经看到幸福的智慧。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下学上达。对你的周围，对你的环境，常常为着你所有的感谢，唔通为着你无的埋怨。这有简单无？无简单啦！埋怨常常是一个天所，就是免学到会啊。牧师今仔做礼拜，我挂一个但是这是假的啦。因为牧师要甲恁讲，伫2006年，伫美国有一个牧师，伊忽然感觉讲，现代美国的少年囡仔足够埋怨 ，God damn it！ 哦，出嘴合嘴就是上帝啊，该死啊！该发生这代志。伊讲，阮无应该互阮的囡仔安尼，所以推动一个叫做“不要抱怨”的运动。后来嘛，写一本《不要抱怨所带来的力量》这本册，《时报周刊》有甲伊翻译。你若要想讲安怎来学讲，我真做一个不抱怨的人。伊讲，伊送一个人一条这种的橡皮的圈圈，是紫色的。因为我找无紫色的时候，我就带一个蓝色的来甲咱做比喻。伊讲，今仔日我若讲一句埋怨的话，我随想着我就对正手甲摕来挂来倒手。等一下，我若阁讲一句埋怨的话，我阁甲对倒手，阁甲挂正手，提醒伊家己讲，我无爱常常讲埋怨的话。伊讲你若会当30日无安那，无换这个手的锁链，你这个锁链啷个丢掉？因为表示这30天，你已经慢慢变做一个习惯，有节制、有约束家己的人。这个牧师安尼影响伊的教会，我嘛感觉讲，亲爱兄弟姊妹，我嘛今仔日想要影响咱在座兄弟姊妹，互咱的教会真做无埋怨的教会，好无？互你的家庭真做无习惯埋怨的家庭，好无？互你的囡仔袂晓埋怨，好无？感谢上帝，这个牧师安尼做，我相信上帝爱我伫恁的中间嘛，甲咱提醒，互咱真做一个无埋怨的父母。咱常常讲感恩的话，常常乐观看恶梦，互咱的囡仔伫伊毋要受教的时，伊自然而然就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平平一句话，两种的力量：讲好话、讲歹话；讲埋怨的话、讲感谢的话。兄弟姊妹，这两种的话带来无同款的力量，因为背后两种无同款的态度。讲好话的人是一个够感谢的人，伊够欣赏别人，伊看到人永远看到人的优点。讲歹话的人无比人较高，只有一个较高，就是迄支嘴。伊常常看袂起人，看袂爽。兄弟姊妹，态度影响一个人。所以查某囡仔结婚离开厝的后头厝的时，伊要离开后头厝，台湾人风俗等什么物件？等什么？亏心？为什么？线吗？缘分线吗？等性情，等一寡，当然毋是讲歹，拢等咧后头厝，毋是。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有时应该学习迄种将垃圾当大人了后，一寡无下咱的，该改变。兄弟姊妹，牧师要帮助恁，嘛鼓励恁。你讲牧师足难呐？你若感觉困难，下手祈祷。你甲上帝讲，上帝要叫我无埋怨吼，真正足难，因为我已经习惯对世人到真歹。
兄弟姊妹，你相信上帝会帮助你吗？你若有困难，你划手祈祷，谦卑头壳压落来，你甲天顶的上帝讲：上帝，今仔日牧师所讲的这个道理，我知影真重要，但是我做袂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人的本性真歹改，但是上帝若有你，若有信心，就无迄个袂当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所听的姊妹，你要选择这两种话，你要爱讲就是种话。主啊，互我讲祝福的话，啊，去死死也好啦。哦，你的囡仔有一日若真正去死死，互你看你安啦。上帝，我当时无应该我教我的囡仔讲这个咒诅的话。当然，无一个父母爱伊的囡仔受灾的。但是有时咱无意中的口头禅，就正做一个人的内在图像的伤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会晓知影讲，咱出世是要来讲好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讲埋怨的话损人不利己。吼，恁敢有同意？你骂伊，伊就甲你骂倒来，你有较好吗？一句换两句，愈骂愈精彩。兄弟姊妹，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埋怨常常出现伫两项代志。第一，就是你的人际关系甲人的关系有冲突，无好势。翁仔某中间会埋怨无？会啊！你尾仔吞起来，像那乌白蛋。啊！你洗喙了起膏，像那安尼，也无挂无扛起来。啊！你身躯了面巾，也无转落打。埋怨的话足济啊！人际关系。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二，就是咱对环境的回应。咱感觉这项代志无顺遂，牧师要甲恁分享一个祈祷，伊安尼祈祷讲：主啊，想使我开力去改变，我会当改变的。我的性情、我的态度、我的观念。主啊，想使我勇气去改变，我会当改变的习惯。想使我平静的心去面对，我无法度改变的。什么叫做无法度改变？我的出世，我的家庭，我的五官，我的身高，有真侪物件是袂当改变。若袂当改变的，毋免埋怨，嘛免搞操烦，迄项代志交给上帝。安尼祈祷讲，上帝帮助我有智慧，通知影，什么是我会当改变，什么是我袂当改变。所听的姊妹，上帝祝福你，伫今仔日开始，对今仔日开始，你的嘴常常讲好话，互人着一惊讲，哎呀，这个长辈是安怎？四句人、五句人，更讲的逐句话拢好听，阁有智慧，主帮助咱。所听的姊妹，愿天父上帝甲咱适合伫地，会习惯哦。埋怨的人真够习惯，埋怨的互人目睭青眉。看不到你身边那个人的优点，夫妻也一样，父母对孩子也一样。咱的教会嘛，同款。咱的教会呢，常常讲祝福、甲感恩的话。每一个人客来到咱中间，每一个孤单的人入来到咱的中间，因就感觉在这个地方很舒服，因为伫这个所在的人，因拢真够互相娱乐。互相鼓励，兄弟姊妹，你敢愿意为着上帝来斗三工？你敢愿意为着上帝，咱做伙来建立一间，互人进入这个所在，是得到祝福，得到鼓励，得到扶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目睭常常看到好事。这种话莫讲，我开只歹命，这叫做折寿的话，愈讲愈歹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我比别人较打拼，应该啊！哦，种瓜得瓜，你想将来要怎样？你敢会当无努力？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常常伫主的面前回顾今仔日，咱的思维就去长老带咱读这两段话。摩西得到上帝的启示，上帝伫所有人的面前讲：我甲恁讲两种的命运。一种就是幸福，
一种就是苦难。我讲互恁听，恁若听上帝的话，恁就受祝福；恁若记住上帝的话，看轻上帝的话，恁就会受苦难。我将这个话讲互恁听，就亲像牧师今仔日讲道解说，都有一个祝福甲期待。亲爱的兄弟姊妹，有耳孔的人就听。你甲上帝讲，主今仔你通过牧师甲我讲，常常讲好话，我知。主将所有的话放入我的心内，因为我思故我。你安怎所受思想，你的话就安怎走出来。求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忽然好听啊，互咱有平静的心。愿天父上帝帮咱。牧师无送恁这个手链，但是牧师用这个图片送互咱。这个美国这个牧师叫做威尔鲍恩威尔鲍恩这个人，伊伫2006年后来听讲，伫全世界已经送出要1000条左右，1000万人毋是1000条，有影响真大校园。伫台湾甚至毋是教会，伫教育的单位，伫台湾有一寡咧做品格教育的这个机构，因嘛咧推动这个工作。所听的弟兄妹，优秀的人通常都是不轻易抱怨的人，你相信吗？真正一个好的优秀的领导者，因为因知影，因若批评伊的下属，也引起伊的下属付出2倍情绪的代价。兄弟姊妹，一个到卖完的 CEO 并袂通增加伊的公司内底员工的工作绩效。优秀的人，常常当伊看到缺点的时阵，会甲伊鼓励讲：“你再努力一点，你会更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将消极的思想扫除殆尽。伊讲优秀的人常常无互迄个垃圾，就是迄个负面的思想，迄个负面的情绪，伫伊的生命中间，亲像一个小精灵。伫心内有一个小精灵，常常伫迄个所在讲歹话，扰动你的想法。今仔圣经讲，毋通甲魔鬼留地步。恁会记即句话无？受气无好话，受气毋通犯罪，毋通互魔鬼伫你的心内讲东讲西。兄弟姊妹，将即句话放伫你的心内，会记得不好的话、不好的情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甲伊扫出去。愿主赏赐你将来你的生命中间永远都是黄金的宝藏。伫你的生命内底，常常拢是有价值的事，有价值的品格，有价值的思想，有价值的品格、荣耀。上帝互你行到什么所在，人看到，上帝所互你真正的美丽，主甲咱三角地带。兄弟姊妹，常常照顾你心里面的情绪，不要允许这个情绪作怪。今日圣经讲，毋通互魔鬼。不要给魔鬼留余地，不好的一点点都不允许他进到你的家。兄弟姊妹，不好的情绪唔通进入恁夫妇中间的关系，不好的情绪唔通进入你亲子的关系。今仔日咱的教会要因为恁的家庭的改变来受祝福，这个教会改变嘛要祝福恁的家庭。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把这句话背起来，生气不要犯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就是牧师甲咱提醒讲，唔通互你心中的小精灵，伫你的生命中间讲东讲西，有利益的话爱听，无利益的话唔通听。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常常讲好话。伊个落去这句话讲误会的话、垃圾的话。这句话，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已经腐败的、歹去臭酸的，迄个无好的物件伫你的内面发芽。你若一瓶厨余放伫你的灶骹，你甲放3工，你会闻到啥物味？酸的味、臭的味。兄弟姊妹，误会的话，若伫人的心中
伊的操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来到教会是要听好话，咱来教会是要了解圣经，咱来教会是要互上帝的话真侪咱造就咱。伊讲造就人的好话，佮较白法律叫做有建设性的话语。兄弟姊妹，你对你的囡仔讲话爱讲有建设性的话，唔免济，好的话，有影响的话，会当建设的话，会当祝福的话。你会当换你的嘴为你家己祝福。你甲上帝讲，我对细汉到大汉无几个人教我讲好话。主啊，对今仔日开始，你甲我教。如果你的身边过去的士大人、你的亲人、你的老师，唔捌甲你提醒讲你爱讲好话，我相信一定有啦，唔是无。但是咱甲上帝讲，上帝求你想述互我好话，免教，免甲我教，你直接互我就有能力通讲。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主的面前。摩西伫伊兄弟姊妹面前讲，是祝福的话，还是咒诅的话？恁家己听。今仔日我讲互恁听，也摆在恁的面前。生死祸福，生死祸福，生甲死，福气甲咒诅，恁家己选。所以兄弟姊妹一开始，牧师讲以色列人伫旷野，为什么行40年？牧师讲迄个故事，记载伫民数记14章。民数记14章，创世记、出来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5本是摩西所写，上帝启示伊足要紧的信仰的根基的册。民数记就是咧写因伫出来记的时候偌济人，以色列人有啥物支派。民数记14章中间就有写一个故事，恁倒去家己读。上帝讲，因为我的百姓。讲褻渎的话、埋怨的话，所以既然伫恁中间超过20岁的人，因将来无机会入迦南地，因要死伫旷野，因要失去我对因的应允甲祝福。所以兄弟姊妹，有诶上帝的话是真严格，因为上帝无开玩笑，伊所讲是就是，毋是就毋是。今仔日真侪基督徒便宜行事，伊敢若感觉讲上帝应该就是充满疼，逐项拢凡事赦免，所以我安怎做拢不要紧。兄弟毋通安尼想，咱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忌邪的神，是就是，毋是就毋是。所以咱毋通凊彩听上帝的话，直到有一日上帝真严格的话，伊若收回伊的祝福。咱就死伫旷野。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的教会来推动一个运动，叫做不抱怨的教会。互我嘴常常讲好话，互我对我的囡仔讲好话。这是牧师对咱今仔日的礼拜的邀请，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下边我要甲咱讲3项语言所带来的亏力甲态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正确的选择，讲感恩的话，讲祝福的话，还是要讲咒诅的话，讲责备的话。有的人不讲不快，骂讲唔对话了，佮感觉足爽。今天哇，讲了有够爽。英语讲 so what， 做唔对代志了唔知，讲唔对话了嘛唔知，还佮沾沾自喜，感觉讲痛快。兄弟姊妹，愿上帝圣神帮助咱，在咱的生命中间，没有匹夫之勇。匹夫之勇就是讲安那，无正确的勇气。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毋是搞相拍的人个赢，毋是搞相拍，假相拍的人都是英雄，毋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选择就是利己利人，还是伤己伤人。兄弟姊妹想我清楚，伫今仔日的礼拜，伸出你的手来领受。你甲主讲，凡事我一生要利己利人。
主，你要祝福我，我嘛要祝福人。主，互我真侪甲人同得福音好处的人。主，帮助我讲好话、祝福的话。主，两项的选择伫你的面前。主，我要伸手去选迄个正确的，就是我要好好用你所互我的言语的气力、言语的力量，互我的囡仔伫祝福的中间来成长，到代代无尽。主，帮助咱的教会有好的忠执，带咱的兄弟姊妹过无埋怨的道路。求天父上帝帮助迄个3500年前的故事，无临到伫咱的中间。民数记14章伊所讲的这句话，一句的发言，一代的悲情，一句的怨言，一摆的怨言，规个民族画下句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今仔日的圣经中间，咱学到什么？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我要甲咱讲到3项。第一，挥别伤人伤己的人际关系，笨手扫落，笨手烫去。既然那些损己损人的事情，我不要做，亏本生意。主啊，帮助我，和我的人际关系中间，我常常抹壁双面光。我的长辈甲我讲，敖的人、成熟的人、领导者，伊是一个伫人的面前八面玲珑，伊是一个抹壁双面光的人，不是人前人后不一样。抹壁双面光的意思就是讲，我做安尼讲，我照安尼做，我人我前后拢是安尼。成熟的人，完全的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要离开礼拜堂进前，将你心中的不愉快掏出来，来甲上帝讲。上帝，我所无爱这个无好的代志，我交予你。我不要再带到我的生命的明天。受气无够热闹，这句话什么意思？受气无够热闹的意思就是讲，不将垃圾留给明天。因为犹太人日落黄昏是一日的开始，甲咱住倒边，咱感觉安那？日出是一日之计在于晨。犹太人想法住甲咱倒边。黄昏是一日的开始，足奇怪的文化。所以受气无闹，热闹意思是讲，今天的不愉快到此结束。愿天父上帝帮助兄弟姊妹，不要让你的童年的创伤，不要让你现在的夫妻的创伤，不要让你在职场的创伤捆绑你一辈子。咱有关于选择不受继续伤害的权利，挥别伤人伤己的态度跟思想。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甲上帝祷告，无论过去好歹，我不爱搁做在审判。我要成为一个展翅上腾、自由自在、快快乐乐、幸福的人。上帝祝福你，如果你心中有安尼讲阿们的人，上帝将你生命当中那个苦毒，不论是来自于任何人、任何一件事情，求天父上帝将一种人际关系的创伤抹平。主祝福你享受平安喜乐。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将咱的心中的情绪交给上帝，互咱的生命是一种被保守。心中的小精灵不再是我的生命的主人，伊无管理甲我讲东讲西，唯有我心中的圣灵。圣灵，我不爱听这个怪魔鬼的声，我要听上帝圣神的声。我将这个高怪的声交给上帝的圣灵，让他得到教训，得到安置。求天父上帝帮助。求天父上帝，互咱会当做一个讲好话、造就人、讲好话、祝福你的囡仔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你。抱怨伫圣经原文叫做 “za'af”，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不爽。台湾话讲不爽，中文该翻译做不愉快啦。兄弟姊妹，如果你心内有袂爽的事，不要急着发出怨言，你甲上帝讲，上帝，我心内感觉真
不快乐、不舒服。上帝，我将这个情绪交给你，我不要这个垃圾。该怎么做，上帝你帮我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让咱伫表达不满的情绪中间，无讲歹话，想清楚，慢慢来讲。兄弟姊妹，牧师无禁止恁讲，将你内心真心的不愉快的事情讲出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想好，慢慢讲。你跟你的同学讲，你刚刚讲的那一句话，对我来讲很难过。但是因为咱是好朋友，所以我要跟你讲，这句话对我来讲，我不是要跟你冤家，对我无公平，安怎。上帝叫咱在这，互咱的人生中间叫做情绪的主人，在神的面前，兄弟姊妹，愿咱的教会，愿恁的家庭，切实的彼此相爱，切切彼此相听。听人有教的所在，就较少迄种的责备甲埋怨，你有同意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就今仔日的礼拜，上帝赏赐咱，用听，互相的包容，互相的接纳，互相的款待。第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注意，你的心内若常常有感恩，你的心内若常常有娱乐，你的心内若常常有祝福。你的幸福，愿天父上帝帮助。一开始，咱听孔子的话讲，不怨天尤人。看你的生命内底有的，下学上达，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伊的面前，咱来成做一间无埋怨的教会。兄弟姊妹，你若愿意，毋免牧师送你，你家己去找一个。我相信这种物件，足侪所在你拢摕得到。你若愿意，你就参加，你免甲牧师报告讲，我开始要过这个不埋怨的生活。伊真简单，今仔日我若讲一句埋怨的话，我讲换过来。我若这种的交换的意思，就是提醒我家己。我今仔日拄则讲一句无适当的话，祝福恁的愿意甲选择。愿咱讲造就人的话，建设性的话语。伫咱的教会内底爱讲建设性的话语。伫恁的家庭嘛，爱讲建设性的话语，恁敢同意？愿天父上帝赏赐你，一句话若是宝贝，一句话讲得得体，就如同金苹果放在什么地方？银网之上，这是圣经的话。一句话若讲了真适当，你伫大庭广众所讲的话，你一句话，互人一世人会记的。你相信吗？这礼拜伫台南新人院。我担任讲师，伫2日的神学讲座的中间，我甲少年的同工牧师分享，安怎伫疫情过后重新更新自己的教会。其中有一个学生，我会记得伊的面，但是袂记伊的名，因为我要伫新人院的课顶悬甲伊做伙。伊伫回应迄个讲课的内容中间，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讲牧师，你伫学校伫阮上课的时，你捌读一句圣经互阮听。到今仔日我也会记，迄句话就是保罗讲：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伫上帝手中，你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你相信他会怎么样？兄弟姊妹，上帝的话是遮尔宝贝，讲造就人的话。无意中一句话，互一个人一世人永远会记得。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伫你的人生中间，因为上帝为恁领受信心甲智慧。阿免嘛，咱同心祈祷，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今仔日的礼拜，互阮的人生受极大的祝福，改变阮的兄弟姊妹的生命，改变因的家庭，也改变这间教会。互这间教会是一间熬接纳人、熬陪伴人、熬学老人的教会。伫彼此的中间，减少讲互相批评、互相伤害的话，主帮助阮，互阮真侪你的光，互阮真侪你的天使，伫这间教会伫逐所在。我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
咱来吟圣诗，来领圣餐，咱来吟圣诗215首。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主教会陪餐者三甲来收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基督对今仔归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我就要进入，就近伊甲伊邻者，伊也要甲我三邻者。今仔咬喙搭翕无字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甲伫地。所听的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我要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逐摆阮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就是主耶稣基督受病迄暝有注写八伊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逐摆恁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现在这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纪念你，阮感谢你。你为着阮的罪死伫十字架顶悬，流出你的宝血，拍破你的身躯，牺牲你的活命。主照你的交代。阮设立即个圣餐来纪念十字架顶悬的疼。阮要恳求主耶稣，你即时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你的圣神来陪伴主持即个圣礼典，互每一个领受你的圣餐的囝儿甲查某囝，阮的生命充满你国我的活命。主你的圣神就进入阮的心灵的内底，愿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咱来请求吉长老甲总圣长老来旁边。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伫礼拜当中的兄姐，咱通来到头前，来领受这个圣餐。
虽然说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虽然说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虽然说，阮感谢你。主耶稣，阮感谢你，阮纪念你伫十字架顶悬，你会疼惜阮。主耶稣，阮伫你面前感谢你，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虽然说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虽然说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阮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恁会行安尼来纪念我。敢有人无领受着圣餐的饼，你通举起你的手。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同齐来领受。吃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就请手给长老，甲总圣长老来旁边。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这个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新约。这个杯代表主耶稣基督伊的宝血，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总是。
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当心来领受。逐摆咱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当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全能的上帝，你无限的疼，愿领受你的圣餐，真做阮属灵的食物。通过即个圣礼典，互阮知影，你深长看悬深的疼，也互阮知影，伫耶稣基督的内底，阮真做你荣耀的身躯，就是受祝福的信徒，是你天国的囝儿孙。愿天父上帝甲阮同在。愿主，愿献阮家己，互你的事，求主你欢喜来接纳阮，率用你的圣神甲慈悲来帮咱扶持，互阮甲主你有清气圣洁的交通，荣耀你家己，直到万世代。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来准备来奉献。家请坐。咱用这个诗歌来互相祝福，互相请安。愿主耶稣的疼，甲所有兄弟姊妹同在，无论是圣殿中，无论是伫网络顶悬，主的疼甲你三甲伫地。耶稣的
世，主你大力万岁，带你进入光明的国度。上帝，你的圣神运行伫阮众人的中间，用你的听来安慰、来医治、来讨帮。愿你的听成做阮生命的本质，甲阮的性情。主，你互阮所拄着的伤害，伫你的听的中间得到安慰。主，阮特别为着阮教会内底年长的士大人长辈来祈祷。主，当阮的年纪若加添，阮的身躯渐渐会有状况。检查有病痛，外面还主求你怜悯帮咱所有年长的阮的兄弟姊妹，互阮每一天拢有上帝你的话开，甲主你喜乐的灵踮伫因的中间。主保守照顾因起床落床工作行路，互阮每一天拢有上帝你的扶持，主照顾因勇行的身躯。主啊嘛为着阮中间，即使有人伫生活中间拄着重大艰难，愿主你的神进入因中间，互因知毋免惊，着信。主求你将即种的信心放伫阮众人的中间，互阮无惊吓，因为敬畏上帝，你就将你的平安放伫阮的中间。主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照顾阮教会出入的囡仔，互因伫外地工作，伫因的生活顶悬，拢有上帝你充充足足的祝福。我咱来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性命，阿门。咱来为向这个学员的毕业生祷告，哈，咱来向这个学员的同学来讨奖。我叔为你们祷告，哈，毕业生来讨奖。你们站在这里，上帝祝福你们，哈，加油！棒，咱来祷告哈，上帝为你们做祝福。求天父上帝祝福你家己宝贝的孩子，祝福因的生命头前充满上帝你的恩典，祝福因伫你的祝福的中间，因的生命有希望、有幸福、有上帝所赐给他们圣洁的力量。主祝福这两个包括无来的毕业生。让他们的新的阶段，会当对上帝你充满在他们的身上，让你的光明带他们走前面的道路，求主因足够充足的力量，和因展翅上腾，更新的阶段，前面的道路，上帝你属因不只是智慧，也充满了良善的力量。我伫你面前将这你的女儿跟宝贝交伫你的手中。祝福因将来所要行的路，所要进入的学校，甲将来因的生活甲婚姻，祝福这个囡仔，因的一生温上加温，力上加力，祈祷我给所有性命，阿门。耶稣爱你们，加油！回去。咱来请师回来报告，咱请师生日的人今天摆生日的人，小主咱来请生日的人。个先慧文嘛有来有慧文，我有看到伊刚刚生产的时，生日快乐！咱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为着生日的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来祈祷。主伫因生日的时，阮要恳求主你用你的油抹伫因的头壳。祝福因，互因充满了恩典的人生。主所谓一切幸福，是对天所赏赐，人袂当互阮伫心中有满足的喜乐。但是愿上帝，你用你的油，你祝福每一个生日，阮的兄弟姊妹。阮伫你的面前，为着这礼拜生日，所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甲宿主、甲文正、甲正宗、叔叔、甲平言、甲玉芬。
个亚萍跟来祝福因。主，愿你家己引带带领，过来每一天365天，直到下一个生日，来到上帝你的圣殿，献上感恩的祭。伫这段时间，你的圣神甲因同在，互因充满能力，充满智慧。愿伫你面前来恳求祈祷，我回所有圣名，阿门。生日快乐！哎，牧师跟你讲，安尼烤香哦，谢谢你今天的备餐啊。主，愿伫你的面前祝福祝福，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祝你充满以生命的杯，让他福杯满溢的生命。愿伫你的面前，用你的名来祝福伊满满温上加温，力上加力，祈祷我所圣名，阿门。生日快乐！好，咱来请师父来报告。咱三个来看周报。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日9点，早起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教堂查经班，拜六早起9点伫线上，甲暗时7点半伫线上。圣港的服侍，后礼拜的诗会陈英宏长老领诗陈少启、苏宪、苏琴、陈美秀执事、诗宪甲交台、林安路、冯坚执事、爱餐尤雅丽姊妹。新安港的读经表，咱照安尼家灵修，具体交通。本主日有圣餐，请大家备办心来领受圣餐。主日礼拜后有爱餐后召开6月份的中集会，请中集出席。第二，向日葵学园这届的学生要毕业，今日同齐做礼拜，愿上帝祝福伫因的面前，伫因头前的道路恩上加温。第三，请7月初8到12，暑期的夏令营大岛，愿圣神帮赞，互这个夏令营会当为着社区来宣教，也为7月13主日学亲子活动大岛，多谢中集甲妇女团契、使徒团契的参与。他咱也为以下这个生日的大岛事项：第一，为身心欠安的中原詹达、张仁旭、黄宏仁、陈树，以及教会所有长辈健康的平安大岛。第二，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大岛，升学大岛，升国中有钟善志、李佩晴，升高中有沈其轩、陈佑勋、萧以恩，升大学有沈圈玉、萧乔恩、萧维忠。第三位适婚青年的婚姻大岛。第四位姊妹教会大岛富林集德克达雅。以上三大人上映511首，请起立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你每一位三甲地地，
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们。阿们。阿们。请坐，灭道避讳。